今日睇呢個2000尺，咁啊一梯兩戶。咁我哋呢度大門有啦，一入到大門咧，左邊係個飯廳，然之後右邊就係個客廳。其實個廳十分之大嘅，同埋呢啲少有嘅獨立 house 啦，好似有景觀，咁佢都好開揚，因為已經高咗幾層出嚟。咁咪睇多次個廳啦，十分巨型。仲有呢度咧做咗個半中空樓底，係特高樓底嚟㗎啦。對流窗，前後都有窗嘅，後面景觀望返內園，安靜嘅。呢度就係個廚房，預留咗3個雪櫃位。廚房再入呢，就係儲物室加工人套廁。我哋而家上個樓梯睇樓上，喺樓梯位嗰度有個客廁。咁4房雙套設計，咁啊中間嗰層咧仲有個客廁嘅，有浴缸，跟住2間房望內園。咁客房都十分之大，呢度有2個套廁。主人套房啦，呢個有個預留嘅衣帽間，浴缸設計嘅洗手間。咁呢個位置咧係個走火通道。咁2000尺實用就4房雙套啦，佢仲有個天台嘅，個天台面積係十分之巨型。上到嚟呢度咧，本身有個位置可以擺一少少雜物啊，有蓋。一出到嚟天台，仲有分前後，咁就天台後邊嘅部分啦。咁啊，正式嚟講，呢個位置到，然後中間咧係有個走火通道嘅，都係。